2025年10月16日，美國司法部同財政部將柬埔寨網絡詐騙集團首腦全球通緝。消息來自美國司法部同財政部10月14日喺官網發布嘅公告，以及多家媒體嘅報導。紐約聯邦法院以涉嫌電匯欺詐、洗錢以及強迫勞動從事殺豬盤詐騙等罪名，起訴咗太子集團控股創辦人兼董事長陳志。被告陳志 Chan Shi，37 歲，擁有英國同柬埔寨雙重國籍，有啲報道都提到佢係中國福建人，並喺2015年成立太子集團。主要指控陳志經營網絡詐騙集團，涉及殺豬盤以加密貨幣投資詐騙，從全球受害者身上騙取數十億美元，喺柬埔寨境內設立多個強迫勞動營，及誘騙販賣數百名勞工，強迫佢哋喺好似監獄咁嘅環境下，對外實施詐騙，涉嫌洗黑錢。佢嘅資產已經被沒收。美國政府宣布沒收約12萬枚比特幣，價值約150億美元。呢個係美國司法部歷史上最大規模嘅加密貨幣沒收行動。美國財政部同英國政府同步對太子集團及相關嘅146人實施制裁。可惜嘅係，陳志目前仍然在逃，若喺美國被定罪，佢將會面臨最高40年嘅監禁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我係易經人，多謝大家。